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2月27，箴言10章29到30節安尼講：上主的道路對正直的人是保護，對做歹的人是毀滅。對義人永遠袂動搖，歹人袂當徛起佇永遠的地。三甲來祈禱，做阮的保障，互阮袂搖動的天父，阮感謝你，主啊！你是早佇地，現在佇地，將來也永遠佇地的永活至權上帝。主啊！你是阮堅固的石盤，你是阮患難中的避難所，你是保護阮的盾牌。主啊，我要專心來倚靠你，我要秘佇你的膝骨下，通得到平安甲安然自在。主啊，世間人無愛聽你的話，因伊愛照家己的意思來活，總是我要活佇你的話語中，我要尊嘆你的旨意來活，因為你的道路對正直的人是保障，對做歹的人是毀滅。義人永遠袂動搖，歹人袂當徛起佇永遠的地。祈禱是奉主耶穌基督的聖名，阿們。感謝主，咱若專心倚靠伊，伊的確要互咱進入伊的永遠的地。耶穌聽你，賜你平安。